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来，黑佳佳欣赏，马上呢就到了大家最中意、最开心的汉语美劳 DIY， 用客家话来做美劳，相信大家好呢，会非常欢喜，非常的开心。今日呢，因为学嘅美劳作品呢，係乜嘅東西呢？就是呀，小小的扭蛋機。哇，大家有看到冇啊？有非常等一下冇啊？冇唔錯。也就是佳佳欣賞哦，我今日研究當叫嘅小小扭蛋機吼，當然咧係看名錄做。首先呢，你呢愛先看一下愛準備乜嘅東西。一開始呢，愛準備嘅呢就是呀，當然字筆，我們念一次字筆。我們錯，也就是字筆。這個字筆吼，我首先第一幅下聽出油吼，也係呢，油上是我們。家里应该都会有，可能家里为了客人啊等等，可能会准备一些纸杯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字笔呀，做在做动手跟软皮，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好玩的东西。故说小朋友呢，佳佳欣赏会在这几个课程当中呢，尽量呢教大家更多好玩的 DIY 哦。故说呢，你爱正片呢就会呀字笔，字笔就是纸杯的意思，字笔耶哈。好，第三下嚟呢，还会做皮马嘅呢，就会呀，噔噔。剪刀，嘿，要用剪刀嘅时节，听出非常嘅声音，一定要很小心。尤其你拿给别人剪刀的时候，剪刀嘅时节一定要手握着这边给人家哦。那也不能拿着剪刀走来走去，就是跑来跑去，会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听出记得的哦，那就要剪刀，今天要准备好剪刀，好。第三下来呢，还会准备嘛嘅呢？接下来呢，要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，这家欣赏我直接拿过来哈，就会呀，旺旺。还有呢，其实我们昨天呢也有拿来懂得嘅，不是前几天呢也有，就是做了那个一个小玩具这样子，刚好呢就做在用到呀嘅保特瓶抽毛啊，可以看保特瓶呢，你们还可以再留下来。不过呢，听说洗枪你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。那呢，接下来呢，就要用呀一个瓶盖呢，保特瓶的关内啦，给调前后来做一我们扭蛋机要用东西的素材。故上呢，今日还有准备呀给哦。那当然，佳佳欣赏呢，我还会再备一个双面胶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韩国呀笔的意思呢，因为呢，等等我们要去画圈圈呐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需要笔的那个记号这样子。弟弟们呢，要准备的东西就会按电单。好，那现在马上就教小朋友用它来做。那佳佳欣赏，我先把我的相机往下一点点，开感就宽得多哦。好，非常好。好的，那这样它宽度来给那个，看到我小教室有点乱哈，没关系。那我的这个呢？美劳呢，其实它有一点复杂，那但是它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呢，做出非常带你下嘅东西，德人席就是很可爱的东西，其实呢也是需要一些功夫的。故上呢，阿爸阿妹非常感倡你得要陪带小朋友，陪着小朋友呢一起来上客家话课。那我们这个美劳课程，今天的美劳会难一些些哦，不过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大家要做的听下来做哦。好。那马上呢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。这家请让我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准备的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OK， 那一回事呢，就先拿一个字笔、纸杯。那这纸杯要干嘛呢？先做我们扭蛋的底，就是像这样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错。好，不会是这样子哦，是这样子哦，按钮哈。给它呢，就开始来先画圈圈，画一个记号。好，来出来画圈圈。那我们尽量先把瓶盖先盖上去，会比较好画一点点。给呀嘅圈圈后眼田内吼，是发跳胎，不是发跳 C， 因为肚后刚刚好卡在上面吼，这样子呢会比较方便一些这样子，那也不会让它有掉的感觉。好，不错呢。你呢用箭头跟写听抽 ACE， 那为什么家喜常会这样用呢？我会先把这个纸杯固定在这里，那呢剪给死结这样子非常难剪嘛，所以呢还会用一张孔，就是孔，把它转一转，给还有配出一张孔呢，一张孔就是一个孔的意思，那你就开始呢，对底部度按钮建一张眼田内，眼田内就是圆圈圈的意思。好，现在建一张眼田内哦，噔噔噔噔噔。好的，建一张眼田内。小朋友不晓得有没有玩过扭蛋机呢？有吗？
有哈，好。那其实也可以跟佳佳行商同时间一起做哦。那如果你觉得佳佳行商都可以加一发，就赶快按暂停，这样等你一下哈，就这里用它同步来做。好，那我就把这眼田内呢已经做一张孔内，做一张孔内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测试看看，哎，要眼田内做 demo 哦。那测试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。照理来说，那个旺旺先不用投进去没关系哈。好，那呢我们就先来试看看这个眼田内合不合呢？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做对哦。它要拿来看一下，我先把它锁起来一下，免得我的旺旺的一下全部都掉光光了。好，哎，你看就做对呢，不用一起冲毛啊，按钮呢就黑烟扭蛋的上面咯。好，第三下来呢，哎，老弟插下来，哎咻，好，稍等一下下哈，好。OK， 鼓手呢要平呢，浮手中有的就会讲听说爱强力吼，一定要干干净净，不干净的话吃到的话真紧出歪，肚子痛就是肚子痛的意思，所以小朋友喊黑要注意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第三下来呢，我有听一只孔，听一只孔爱做乜嘅呢？其实讲呢，就会讲个扭蛋机呀，它溜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小孔呢？那这个孔呢也非常重要，就为了想要让这个旺旺的可以让它做对呢，按钮溜下来嘛，故说你中间要一个孔，那马上我们就画这个孔哦。这个孔呢一样呢，你可以用这一个保特瓶的中间的瓶盖大小，那发那一边呢，请小朋友不要画在这里哦。也不是画在中间哦，你要对着线下面最下面的洞呢孔呢，开始来发，一样还也是开始来发哦，像画一个山洞一样啦哈。做底呢有溜下来的感觉。好，那我大概画了一下，大概呢这样子圆是这样的大小，一块是佳佳形上就会老给剪下来了哦。那剪下来的时间呢，千万不要把它全部都剪掉哦，这边还是要留一个它的底在的。鼓手你来建议一下，眼田内也是中空的眼田内哦。好，把它剪掉。好的，鼓手用剪刀给时间好，很会声音哦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好。OK， 哇，黑黑就有一张孔呢，这个孔呢就会等它呢，你会是旺旺，第时间它会按钮溜下来哦，按钮还没出溜下来呢。但是呢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小朋友你们猜看看。没错，很棒。如果我打开这个瓶盖的话，我的旺旺是不是会从下往上往这边这样咻下来，它就没有办法溜在这边？但是所以呢，鼓手啊，用板然后给按钮溜下来呢。哦，小朋友都很有想象力哦，萌超。接下来呢，佳佳喜上我就要帮他做一个小轨道，这个轨道呢有点像溜滑梯空用哈，空用给简单，鼓手压它呢还会显发耶梯形呢就是两边比较长，像一个裙子一样，中间呢也是一条线哦，鼓手呢来抽还是来抽发呀，裙子的空用，好，画一个，再画一个，谢谢的。好的，黑出上头按钮呢。好，那这个裙子啊，因为讲哈，因为它牢固掉诶，鼓手呢因为建立用扎裙的哦，两个哦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个裙子了。好，让它有一个裙子，很像裙子的东西，可以这样滑下来。好，一扎了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比对一下，让它 Q 用跟拍 C 就是一样的大小。好，听一扎。听一扎，好的 ，OK， 然后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一个纸杯呢，老给剪下来，哦，很黑出油了呢，要都在走马给呢，其实够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呢？假如你看哦，我的旺旺，咻，它是不是可以溜下去了呢？鼓手呢就会按钮给拱用哈，那接下来佳佳洗肠呢，我会把它两个都连起来，为什么要连起来呢？因为这家洗肠需要把它做的长一点点，然后刚刚好卡在这个地方，你就不会对下边呢跌下来了哦。按钮低号，好，接下来这家洗肠会用一个双面胶，然后给按钮两边连起来，像一个双胞胎一样把它连起来，噔噔。好的，那等一下我们旁边的垃圾都要把它剪得强利利哦。第三下来呢，其实都可以把老给按摩一下，把它变成这样子滑滑的，然后圆圆的，干不够？好，给压它呢，你就坐在老给按钮穿进去，噔噔，看一下可不可以？试一下哦。好，
哎，按钮懂胸懂周对咯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好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多的部分我们可以再修剪。那其实你要不要修剪呢？周对呢，你自己来决定。想要修剪小朋友可以修剪，那不想修剪小朋友没关系哦。好，从闭门个就会变做按钮嘞，有看到吗？好的，那第三下来呢，佳佳欣赏呢，我就会把它呢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它才会下来啊？很好，小朋友说，哎有扭转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佳佳欣赏，我刚刚忘记介绍到了，我们要准备一个这个。当就是牙签，要牙签呢非常重要哦，因为你爱按钮转的感觉哈。那这个牙签呢，其实你可以用竹的牙签来去代替就可以了。那因为佳佳欣赏我家里没有竹的牙签，所以我就用了这一个牙签哈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用白来做这个转的东西呢，这个转的东西主要是做什么呢？其实主要呢是把它挡住。黑公你要用给发现按钮转回来，是不是就看得到的呢？对不对？或者呢，你昨天按钮量一下，可以量一下哦，大概的圆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子，那把它剪成它差不多它的大小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剪成像它一样的大小哦。胸体胸用给它一些。好的，那佳佳欣赏我就会剪成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好 ，OK， 我来试看看这样可不可以？试看那哈。好，对，按钮出周对了，因为呢，有按钮让它有活动的地方，一方面是让它遮住，一方面呢，大家可以有个时间，你望出来了哈。不错呢，三下来呢，就要用一张孔黑马给呢，就是一个洞咯。那首先呢，如果你的竹签是容易比较软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先用笔先戳一个洞。好，佳佳欣赏，我先戳一个洞哦，戳，好，有看到冇啊？用笔就周对戳一个洞了哈。好，三下来呢。你给这个纸签呢也要戳一个洞，你可以先量一下，好，看一下它大概的大小，好，大概在这里，懂红给手裁抽某啊，那我们就也把它穿一个洞，好，穿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啊，我的洞，好，穿一下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把它刺破了，不过周亚喊另外声一点位哈，好，那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上去看看。好，那一块是呢，你可以先卷呀，竹签呢插进去，插进去了以后呢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洞在哪里呢？做对老给按钮用进去，这个步骤可能要请爸爸妈妈做，会卡后，因为要这个比较细节一点点吼。好的，哇，按钮呢就做对嘞，好。那呢，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呢，它都在用某哦，你看哦，它就可以转来转去抽某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这个洞的部分会比较难一点点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佳佳欣赏，我再试一次，让我再一次机会，人生都有失败的时候。哥建议再演一下哈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戳到，把它变得有一点不好看。好，那一样呢，我们把它戳一个洞。洞放进去很好，用一天跟时间呢来看一下，有做 demo 哟。好，我把它再一起装上去。这叫几张给牙签呢？好，牙笔然后，好的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试看看哦。好，现在我这样子的，我的孔呢就把它锁住了。那其实呢，佳佳欣赏我有个小 paper， 就是呢，其实你装上去了以后呢，你还是要有一个。双面胶的部分来去把它代替一下，因为有场子要孔吼，懂泳衣底出按钮，它就很容易就是会跑掉这样子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就是你的扭蛋机的下面咯。第三下来呢，就来看一下，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？噔噔噔噔噔，哇！对，好，佳佳欣赏，我再用另外一个纸杯呢，好比架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扭蛋机呢？就都得用嘞，有冇啊？那其实呢，它有时候呢，它的这个东西啊，在扭的东西呢，小朋友还是要请爸爸妈妈注意一下，它这个东西还是要符合一点大小，不好意思，一点大小哈。鼓手呢，小朋友还要注意哦。不过呢，一用个扭蛋机呢，它就完成啦，对不对啊？哇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把它现在打开一下下，没有跳对准，有没有？哇，
哎呦，好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扭蛋机，扶一手会带你一下哈，只要有开关一样呢。走得走，扶一手带你一下，跟扭蛋机。那这一些东西我再说一次哦，听错强力才可以是退题哦。某一版就某一色哦，晚会脏的欧洲，给就会到欧洲给露台调理哦。那这就是今天呢，我们欧洲跟美劳 DIY。旺扭蛋机，小朋友要和我办法出去买东西，不过可以在家里一起玩扭蛋机哦。你们可以美劳 DIY。